倔强讲对，吃倔强讲爱，难难使用的坚强，用硬强讲去，此虚亦是虚，此恨故兮，怎愿用心自我心定个佛相思意。周美成，一个能把广东话说得很标准，并能用广东话唱歌的年轻人，生在广丰，长在广丰。广丰桥头的点点波澜，街头巷尾的早点摊，都是他唱的广丰。1995年，8岁的周美成爱上了音乐，喜欢粤语音乐。风飞马雷，对粤语的音乐非常的感兴趣，一直到现在。你为什么会用广东话唱歌呢？因为汪涵老师说过，他说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不想就是说以后我的孩子或者说其他你们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广丰来。那么广丰方言呢，我觉得它的音乐可以做起来其实不亚于其他的方言的，它可以成为一种很好听的很美妙的音乐。用广丰话唱的歌怎么才能让大众接受呢？周美成有他的见解。那么我觉得在音乐这一块呢，还是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群众去接受，这样子才能说溯本归源的让你去学习。正像我小时候学那个粤语，就是从粤语音乐开始。多年前，他的一首《广丰记忆》曾轰动广丰，之后他便推出了作品《少年游》。时间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未来你对广丰音乐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呢？我希望我们市流行音乐协会这边有更多的人能够吸纳更多的人才，或者说来自婺源的、盐山的，他们可以代表自己的家乡唱自己的新曲、新生之曲，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周美成一直在坚持做。在朋友眼中，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然后他把广东这个方言能够做成一个这么旋律优美的一首歌来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广东话这个方言的一个新纪元。美成呢是我认识应该是7、8年了，他在出国那会儿呢，我们一直 QQ 有联系。那时候我一直在外面做演唱会比较忙，然后关注到这个小伙子挺不错，音乐风格啊，然后呢他的方言的东西啊，确实为家乡走出这个广丰以及走出整个全中国，他做出很多东西，也有他自己独到的一面。那么希望以后呢，我能亲手操办美成的演唱会。因为他的创作，有人说终于有了一首属于广丰这座城市的歌，淡淡的乡愁与广丰方言的画卷缓缓展开，歌词中的漫不经心又点滴直入心门。我们期待广丰方言能越走越远。本报道。